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8月初日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65篇第8节到13节，创世纪46章第2节到47章12节，马可福音第4章30节到34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信心军队。军队本来就是无介容易的一项事啦，吼。就算是讲现代科技所使用这种导航的设备，真正愈来愈进步。我说会记这拄去到伫美国的时阵，迄个时阵阁爱买纸本的地图，逐个城市啦、逐个州啦，吼，这地图拢爱买，吼。若需要去出城啦吼，较远的所在，特别是看县啦吼，还是看州的时阵吼，都拢爱事先安尼地图拢先读过，然后做笔记，伫第几页都爱标记讲要到什么时阵，就爱转弯，还是爱换倒一条路，拢必须爱先规划啦吼。到落尾开始有迄种专门的导航，咱一般咧讲是 GPS， 还是讲 Garmin 吼。起初这个设备嘛，毋是介俗，但是真容易出差错吼。可能因所收集迄阵仔的资料阁无校正或者是讲未付更新等等的问题。后来，这个智慧手机开始风行，和手机都拢会当做导航带路。但是现在呢，咱不但有当用安尼手机，阁会当选择无共款的免费的地图来导航。像讲现代版的手机导航无论是这种 Google 也好啦，还是讲这个苹果的嘛好啦吼，还是导航专用的 GPS 等等的吼。但是使用者必须爱对这个导航的能力，还是讲伊的内容，都爱有所信心啦吼。含这个时阵都拢爱安尼吼，何况含这个地图拢无的圣经的时代，特别是旧约的时代，因着爱靠着讲有一寡人有天分吼，会晓看天顶的星去来找所在啦吼。这着佫需要较大的信心嘛吼。咱像讲耶稣出世的时阵东方的博士有迄个一粒星、启明星来带路吼，就是迄个时代啦吼。圣经中间上严重的一种情形，就是可能会当讲是亚伯拉罕受呼召的时阵啦吼。照着希伯来书咧讲，亚伯拉罕受呼召的时阵，伊阁毋知影要去倒位，但是伊却坚定的来军队上帝。这就是信心嘛吼。亚伯拉罕第一届到着这个迦南地的时阵，因为看到当初时的经验，伊就暂时失去迄个信心，结果就又搁离开啊。圣经讲伊又搁落到去伫埃及，因为迄毋是上帝指示伊去的，嘛因为安尼，所以伊去到伫埃及了后，接连续发生一寡问题。伫今仔日的经文创世纪46章到47章，记载着雅各甲伊的全家，嘛是因为经远的关系，佮较是因为因本地全家认为已经死去的囝约瑟去互因佮找着，而且佮诚做迄个埃及上有权柄的人，就是宰相。这一次是因为约瑟邀请伊的老爸雅各甲伊的哥哥弟弟搬去到埃及，来逃避这个饥荒灾难。不但安尼，雅各嘛得到上帝的恩准甲启示。圣经安尼记载讲，
米是上帝伫伊上中来雅各讲，雅各，伊讲我伫遮。上帝讲我是上帝，是你的老爸的上帝。你要落去埃及，毋免惊，因为我要互你伫遐诚做大族。我要甲你做伙落去埃及，嘛一定会带你倒来。你过身的时，约瑟会伫你的身躯边来侍候你，甲你安葬。迄时阵，雅各的全家对迦南地移民到伫埃及，人数总共有66个。若加上约瑟的家庭，拢总有70个。这段的行程需要信心无？当然需要啊！若无咱拄则读的这段圣经就袂出现记载耶和华上帝甲雅各所讲的话。伊讲：你通去，毋免惊，要去埃及。为什么呢？有几个原因啦吼。因即群人去到伫埃及，其实因是外族人，咱讲外国人吼。所以因的烦恼啊，会惊吓，这基本上是应该的啦吼。再来第二个，因为因是逃难的人，咱知因是拄着饥荒，所以因是弱势。因伫所住的所在无物件通食，去到伫埃及是咧避难，当初时埃及会当保全，是因为约瑟的解梦管理，就算拄着饥荒，犹原无欠缺粮食。而且佫有丰盛有春。第三，咱来看见上帝所安排雅各的全家徛去的地点，就是透过埃及的法老王，这个高山。这高山是埃及人所看袂起的所在啦，约瑟安尼甲伊的老爸甲雅各甲因的阿兄安尼甲教，要安怎来回应法老王可能问的问题？圣经记载讲，雅各找犹大先去见约瑟，请伊甲因讲要安怎去高山，因就来到高山。约瑟甲车准备好势，去高山迎接伊的老爸雅各。因一个见到面，约瑟就拍伫老爸的暗领口真久。雅各就甲约瑟讲：我看你的面，知你要活地，但活死嘛甘愿吼。伫圣经的记载，佮继续安尼讲，第31节。约瑟甲伊的老爸，甲伊老爸全家的人讲，我着去对埃及王报告，讲我的兄弟甲我的老爸的全家人，拢已经对迦南地来到我遮。因是饲羊的，是照顾精生的人，将羊群、牛群甲一切所有的拢带来。埃及王若调恁，问恁讲，恁是做甚物工的？恁就讲，你的仆人对少年到现今，甲阮的祖先，拢是伫饲精生的。安尼，恁就会当住伫高山的地区，因为埃及人讨厌饲精生的，所以咱知影。因受安排来住伫这个所在，就是因为这个埃及人真讨厌这个饲精生的，将这个无好的所在来赐予因，通好伫遐来徛起。真正亲像约瑟所了解的，法老王也真正来回答约瑟。埃及王甲约瑟讲：你的老爸甲你的兄弟来到你遮，埃及的地拢是你管理的，
你通互你的老爸甲你的兄弟住伫上好的地区，因通住伫高山的地区。你若知因中间有啥物人较有才调，通派因眷顾我的情事。圣经的记载，若讲较白，法老王是将约瑟一家人、雅各一家当作是伫过精生的奴隶。希伯来书甲咱讲，信心是所仰望的事的实体，是还未见到的事的确据。亚伯拉罕毋知影上帝要带伊去到倒位，但是伊去啊。雅各带领伊全家去到伫埃及，嘛毋知会发生甚物代志。但是有两项代志是确定的，第一个是伊若无去的时阵，就要面对无法度度过的境遇。第二个上重要是因为有上帝应允甲因同在。马可福音第4章，耶稣基督只的军队者论到信心，伊讲，耶稣佮问，咱要用什么来比拼上帝国？要用什么来譬如来说明？上帝国亲像一个挂菜籽，压落伫地上的种子是细粒的，压落去大长起来，比所有的菜色更较大，发出大机会，甚至空中的飞则拢会当来伫这个树黄的下面来做收。耶稣用真济亲像即款的譬如对众人宣讲信息。因拢照因会明白的甲因讲，伊无用别款的方式，只有用譬如对因讲。不过简单甲家己的温度做伙时，才会甲因说明。如果咱有信心，就会当亲像挂菜籽共款，小小的信心也会当成做大樟树，伊也会当互人因为安尼来得到安息。诗篇65篇第8节到13节，徛起伫地尽头的人会因为你的新业敬畏，日出日落的所在，你互因欢呼。你眷顾土地，管压落雨，管压互土地增肥。上帝河水满满，你安尼来准备土地，供应五国。你管压田园，互水满到满零，互土糜软软。你祝福，互所栽种的拢大长。你用丰盛做年冬的王冠，你经过的路有油得滴，连旷野的草埔拢有油得滴。山头用欢喜做大厦，草埔有羊群做3千。山谷有5国做外头满，因拢欢喜出声吟诗。感谢上帝，互阮伫生活的中间所拄着济袂通预料的将来，赏赐阮应允，加添阮信心，互阮会通来倚靠上帝，继续来军队。感谢基督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